国内旅游比价平台针对民众做国内旅游调查，发现讲大家上爱去的县市呢，第一名是花莲台东，接过来是宜兰含台南。调查也发现讲，这旅客上期待改善的项目，包含着大房的介绍和透明度，还有风景区的交通便利性等等。也来讲到观光署呢，今年目标是1000万人次的国际旅客来台湾，最后是改做900万人次。到12月中上届新的统计。来到台湾的国际旅客都超过800万人次呢。天气冷冷，想到宜兰，真侪人第一个就想到打开温泉，甲脚浸伫温泉内，规身躯嘛变甲烧乎乎。泉质好，听说冷泉它坏了，蛮可惜的。出去佚佗，除了浸温泉消毒疲劳，真侪人是更较介意去看大自然的景观，亲像台东鹿野的小风球，逐年拢成各地游客来。山景、海景到处都有，所以这基本上来讲，有疗愈的功能。除了东部，伫西部的台南，有丰富的文化和物件真好食的特色，或者侪旅客是真爱来食。价钱也都蛮便宜的。最主要的食物也好吃嘛，好吃，够钱。国内有旅游的比价平台，针对用户做国旅的调查，发现讲上城大个去旅游的县市，第一名就是花东，第二名是宜兰，原因是真看真水的自然景观，还袂当放轻松的步调。第三名是以好食米和文化真有名的台南。不过，真侪用户嘛表示讲，上希望国旅会当改善的部分，是包括大小店家的透明度、景点的创新和更新、风景区交通接送的利便等等。国内旅游大概就只有住宿这一笔支出会是最大的，也因为这样子，消费者他自然就会更关注价格支出是不是很合理、很透明啊。想要提高国旅的人数，除了国人，交通部观光署之前嘛定出希望今年来台湾的国际旅客会当到1000万人次，后壁是对会较收到900万人次。不过到12月15日上新统计，来台湾的国际旅客才拄突破800万人次。我们的观光是进入到差不多是类似稳定成长的状况了，现在不会大幅成长，可是我们如果能有到每年都以5到10%来成长的话，这大概是基本盘。学者分析，目前来台湾的国际旅客是以欧美市场的增加比例较悬，日本、韩国是呈现衰退。今年交通部观光署伫来台国际旅客部分，敢会当到900万？观光业关注，记者综合报道。